这边讲什么故事呢？有一个人啊，去参观他朋友的牧场。哦，哎呀，牧场非常的辽阔。他朋友没时间照顾他了，你自己散步看卖的啦。我这饲啊物件足多啦。然后你无用做力，他就去自己散步一下。哇，鸡呀、鸡寮啦、鸭寮一大堆，一直看。看到这个乳牛的部门去了。也有养乳牛。哎呀，一看到这个时代真的进步啊！是怎么说？赞叹科技啊！因为跟那个欧巴桑聊天起来。因为以前看到欧巴桑的都是用手在挤啊。嘿，这骨灵啊，这几趟往它夹掉洗干。一看现在通通不用了，完全自动化，用机器来吸哦。砰吸，砰砰砰，4个一接上以后，这样就可以。这个东西我在电视上看过，大家都看过吗？对，全自动的，连手都不用接触了。科技多么进步啊！这个这人看来告白，这个脑筋也蛮会乱飞乱想的，头脑乱飞啊！一看到这种机器，一看，是，是，跑到办公室找他朋友，你个机器这多呢？借我一台，你借啥？树骨铃你借一台要创啥？讲你卖讲话，你借啊都对啊。后来这多台点么用啊？你借你一台都借回去以后，晚上就自己操作了。砰！糟糕了！怎么样？怎么停不了了？哎呀！奇怪，目的也达到，怎么停不了？是，这是什么？这怎么办？那准备掉了，我操！给 K 掉了，赶快拿起电话，问他朋友，拜托，我这讲掉去，你做一台机器啊？你才想那无法得停了，是吧？那操作才会停了呢？你免惊啦，对面在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这机器拢主动的啦，1公升以后自然会停止的啊。先了解啊，那有可能。伤寒，所以啊，你的朋友多对啊。